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2号，公元2017年4月28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各国代表纪念失踪第11世班禅喇嘛诞辰28周岁；司政洛桑桑格会见印度旅游与文化部长。司政洛桑桑格出席流亡藏人商业协会年度大会。西藏议员表示，西藏问题将在达赖喇嘛在世时得到解决。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各国办事处的最新消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4月25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发布了一部标题为《失踪西藏的班禅喇嘛》专题视频。该视频聚集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人物对失踪22年的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传达的同情与祝福。在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诞生28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发布了一部标题为《失踪西藏的班禅喇嘛》专题视频。该视频内容聚集了意大利北部南蒂罗尔首席部长阿诺科帕兹切、法国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代表米歇尔雷森，以及印度前外交与财政部长亚什万特辛哈等6位政治人物对西藏班禅仁波切和西藏人民的同情与祝福。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呼索兰诺布表示，按理我们庆祝班禅仁波切的生日应该感到快乐，然而令人悲哀的是，1995年达赖喇嘛认定当时只有6岁的男孩为11世班禅喇嘛后，班禅更登确锦尼玛便失踪，至今已达22年了。ene 가송 참여의 균이 로니 수당이 차대요리 딘다 디기 뒤뒤디 대변에 가도 지금 이 교급에도 제 차대요리 수행이 秘书长夏林达真表示，失踪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显得很重要，因为班禅仁波切在这20多年来一直处于失踪之中，西藏人民和全世界佛教徒都失去了他。pyugyu nangde jajang patso imbayne re changme ge rimbuche yi to sha ne khangyo chilo te yumya ta je thuya ki redundi muthuni ne de yore。此外，流亡藏人政治领导人司政洛桑桑格博士于本周三4月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政府旅游与文化部长马赫史夏尔马先生，并呼吁印度政府关注和支持流亡藏人的宗教与文化发展。司政洛桑桑格与印度旅游与文化部长马赫史夏尔马先生在会晤时，就加强发展流亡藏人的宗教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分享了对印度和西藏深层次的文化关系方面的观点。双方还同意未来将进行紧密合作，加强在这方面的互动。最后，司政洛桑桑格还呼吁印度政府关注和支持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发展。当天，司政洛桑桑格还同印度政府其他官员和部分知识分子举行了高级别的双边会谈。下午，司政洛桑桑格离开新德里，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展开访问。另外，本周一4月24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博士受邀出席了流亡藏人商业协会第12次年度大会。司政洛桑桑格在该会议的致辞中提到有关商业伦理和价值观。
司政指出，流亡藏人商业协会应该懂得如何将商业道德准则贯穿于本行业的各个方面，这些准则将深刻影响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出席该会议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谈到藏人从商对流亡社区肩负责任，并指出该商业协会应该制定发展方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维护和促进西藏文化以及藏民族的独特身份。由西藏人民议会3位议员组成的议会代表小组于本月22号抵达日本展开访问。该代表小组同日本远藏人士进行互动时，强调西藏问题将在达赖喇嘛尊者在世时通过对话途径得到解决。4月23号，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小组在藏人行政中央驻东京办事处负责人的陪同下，同日本各界人士和移居日本的流亡藏人等，就西藏现状和西藏人民议会为主题展开互动。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小组表示，西藏问题将在达赖喇嘛尊者在世时通过对话途径得到解决，并呼吁流亡各国的藏人要加强国际社会对中间道路政策的了解，为进一步推动西藏事业做出贡献。代表小组还就11世班禅喇嘛的失踪问题发表新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政府释放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接下来请看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的最新消息。本周二4月25号当天，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举行常务会议，就未来该小组重要业务以及与欧盟有关的活动进行了讨论和确认。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先生出席了该会议。紧接着，与会者还举行了纪念失踪的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28周岁诞辰日活动，并为他早日获得释放而进行了祈祷。4月22号至23号，巴西西藏之家邀请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实习教授格西洛桑丹兹尼嘎博士在圣保罗成功举办了3次研讨会。该研讨会主题为定义慈悲的利益和慈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包括巴西学术界、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等在内的50多人出席了该研讨会。4月26号，在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和独联体国家办事处、俄罗斯西藏文化信息中心和拯救西藏基金会的联合组织下，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了纪念失踪的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诞辰28周岁活动。纪念活动在莫斯科博物馆萨卡罗夫中心举行，数百名莫斯科各界人士参加了该活动。尽管当天在莫斯科是一个工作日，但当地民众的参与率却已超出了预期。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和独联体国家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在活动上发表讲话，呼吁俄罗斯民众对西藏的真实历史和现状，以及西藏在中国统治下所经历的苦难进行了解，并关注失踪22年的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和西藏境内的自焚事件。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